前程。要叫活路了，你是叫活路的呀！哈哈哈。多一种的是够。啊，但是你自己赔了呀，要不继续进来的，他搞了。要不今天那呀，不是了，搞啥搞的？一年了，搞谁干的呀？我介绍谁路不管你是了呀？哈哈哈！老老爷爷呀，他打那个，他打。